有3间固体再生燃料 SRF 发电厂要进驻桃园科技工业园区，引起观音的居民反弹。日暗时举办说明会，现场的民众是大声发反对，批评政府。不过经济部和市府经发局表示，尽量伫1个月来协商，决议的结果到时会通知里长办公室。这3家 SRF 都要撤销掉，把它滚回去。说明会一直骂3间固体再生燃料 SRF 发电厂要入去桃园科技工业园区，引起观音居民强烈的不满。大潭里长片明聪是大骂政府实在真可恶，佮批评桃园科专区的宽屏，政府若讲要核准厂商，安尼都唔免佮宽屏，敢若甲大潭里民当作叛啊！他蛮激动啊 ！SRF 说难听点，它就是一种焚化炉啊。它是烧垃圾发电，如果连台电、工厂全部营运的话，我们大潭里就有30多支的烟囱。说明会中央甲地方是各人讲各人的，经济部讲当初考虑会当立管废弃物，搁会当有效利用热值，毋再推荐无强制力。地方政府若是感觉无适当，会使反管。市政府表示，当初是经济部调集开会，决议由经济部推荐，甲地方政府专业核准模式入园，需要经济部为源头撤销推荐，才当彻底解决。有关厂商入园与否的部分，必须由市政府跟经济部来做一个研商讨论后续。针对大潭里民强烈希望撤销 SRF 入来设厂，经济部甲市政府要伫1个月内磋商完，决议结果会通知桃园园区的管理办公室。经发局也讲到演商过程，会针对相关厂商设厂规范严格管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